在一群大小朋友的人零人赛的活动表演，为佛光山南台北院举办的佛光山60周年西佛园游会活动来揭开序幕，场面热烈。佛光山台南区的总主持满洲法师表示，感谢台南市政府提供场地，协助佛诞节、西佛甲着母亲节的庆祝活动。今年已经连续第3档伫市府的广场来举办，象征着将清净的精神对寺庙带到社区，将神的力量传递到社会每一个角落。在市政中心转化为充满爱与信仰的人间净土。透过写生，孩子用画笔守护虎城的美好。家长对孩子的陪伴，就是爱与善的一个教导。我们也推广素食环保，实践三好。但愿这一份善良与慈悲遍布虎城各个角落，祝福大家佛诞节暨母亲节快乐吉祥。台南是一个文化古都，但是也是一个宗教之都。但是我们非常感谢佛光山，尤其南台别院我们满洲师以及所有的师兄师姐一起努力，让我们台南这个城市变得更好。也感谢国际佛光会在台南的扎根以及行善。每当台南碰到一些譬如说天灾或一些社会事件的时候，佛光山的师兄姐都站在第一线来帮助我们净化人心，来让抚平社会上的一个伤痛。那非常谢谢。那也希望我们今天的浴佛园游会以及佛诞的这个庆祝活动都能够圆满，大家都能够平安、快乐、喜乐。现场出席的除了市府各官员，还有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甲着中华总会成员舞会，用欢喜的心来迎接佛诞节。我们今年是佛光60，大师100年仰望的这个庆祝活动。那在这个活动中，我们还安排亲子还有其他很欢喜也很有意义的活动，那么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今天每一个来，大家都欢喜充满那也借这个因缘在义佛的因缘大家互相结缘以外，也能够增福增慧。义佛就是要把我们内心的清净做一个最棒的洗涤。那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也在1999年，在带领我们全国各个民意代表呢，就在母亲节的这一天，把它定为国际佛诞节，这是非常棒的一个纪念。会场嘛邀请市长黄伟哲亲自来恭迎发挥迎太子的仪式，接续还有献花、发花顶，场面庄严。在发挥仪式过后，需要开放现场官员甲民众做伙来洗佛，希望透过庄严的洗佛过程中，会用洗净家己的心灵。现场同时还有母亲节的亲子互画写生的比赛，以及素食环保的园游会等活动，融合宗教的仪式甲艺文的创作，互民众在庄严的洗佛过程中，嘛用透过画图的创作。展现囡仔的趣味甲着创意，为整个城市注入更较侪温暖甲着祝福。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